唔聚焦。今日係2025年6月5號呀。嗱，今日啲頭髮深色咗少少，因為我轉咗第二隻洗頭水，咁咪有少少染色嘅效果，紫色嘅，不過係唔會睇得出咯，因為望到都係一嚿黑色嘅嘢，黑掹掹咁樣，係冇分別。呢排個電話對焦好似爭啲，得啦，珠都對到啦。睇先，好啦，都乾咗啦，咁就唔使磅啦，橫掂都磅唔到噶啦，係咪先？咁直接黐住佢就算啦，直接黐住佢啦。今日係5號嘅，完成。